中共进前对台湾发动联合来舰2024B 的军演，昨暗辽宁号航空母舰又搁驶经过台湾海峡，外界正关心讲中共敢是要透过战略要来封锁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今仔是表示讲，中共若要进行封锁，依照国际法的规范，就要禁止所有的军机、军舰进入封锁的区域。这已经是战争的行为了，会影响到全球的经济，国际社会无可能放任中共的行为。 他现在正在通过台湾海峡，沿着中线以西到北驶。而且掌握中国辽宁号航空母舰编队的动态，国防部嘛公布2日几天，侦查到15架次的中国军机，甲6架次的中国军舰扰乱台湾，而且23早起9点，佮发射长途2号运载火箭，飞过咱国防空识别区西南部，不过对台湾是无危害。 面对中国持续武力的威胁，外界关注中国若透过铺设地带战术，甲猛抓战略封锁台湾，咱国爱安怎应用？按照国际法的规范的话，是禁止所有的这个基建进入这个区域。那这个按照联合国的这个决议，这个已经是视同一个战争的行为。经过台湾海峡海上运输的这个产值，大概约占全球运输产值的1/5啊，要达到2.45兆美金啊，那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国际也不可能坐视不管。国防部长顾立雄强调讲，中国若封锁控制台海，就是战争的行为，会严重影响全球的经济，国际社会是无可能的接受。也若朝野立委嘛关心面临战争封锁威胁的时阵，国内能源、燃料的库存量、甲粮食安全的问题。如果这个3个天然气接收站能够 顺利的完成的话，我们大概法定的存量大概到达14天以上没有问题。真的是在非常极端的状况下，量如果14天没有办法的话我们基本上大概现在有规划，就是有一些已经除役的煤的电厂可能会变成一些国安专用的紧急备用的那个机组。农业部有没有办法适度把稻作面积转为杂粮面积，让我们的自给率更加平衡？就是说不是只有够，而且还要多元。把原本稻作的部分本来可能比较不是在这方面生产，我们转做杂粮部分。 根据农业部的报告，咱国战争时期粮食的计划，包括米的库存要有3个月以上，而且会投入农地复耕，优先种番薯、黄豆啊、甲短期的菜色等等。顾立雄表示，中国军方最近这几年以复合式的手段，想要甲台海内水化、甲台湾内政化。国防部会持续甲各部会合作，加强台湾的防卫准绳。记者综合报道。